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政府会推动新南向政策，各县市也都看到也地步有成立合作。总统蔡英文限制天提提点环境气候项，同新南向国家气象庁嘅高雄來做新南向基地。高雄美屯其中一個重點表亞提農業。現時高雄市農業局初步鎖定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也都地區。透過青年農民嘅培育、技術交流，引領農民嘅農村體驗捧場來向對方。同時，佢初期內要進入全世界有超過17億人口嘅穆斯林市場，輔導農民取得清真產品認證。行業高雄國際食品展嘅比賽，看到各種各樣嘅農產品、水產品，各種攤嚟好，還看呢度呢度對東南亞國家內嘅民族買來看來買，講到台灣嘅果子，沒有假特別香味嘅蔬菜。因為像我是從馬來西亞來，然後我在這邊已經快3年了，然後吃的話呢，像水果的話特別甜，特別好吃，所以像我們那邊可能就是產榴蓮，榴蓮就很好吃，但是其他的水果不一定好吃，但是台灣我這邊吃的，像尤其是柚子不管放多久都很甜，然後就是口感都很好，就是台灣的水果都很好吃。也多年來見到東南亞國家嘅民客嚟台灣遊覽，行家蔡英文總統上任過後建國新南向政策，伊當然看準也會有成立合作，尚未踏入新發展嘅市場。高雄市未係中央指定的新南向基地。中南部是農業生產重鎮，這個重鎮的地方跟這個所謂的東南亞所面臨的氣候環境其實是很類似的，所以因為基於這一些所謂的氣候的情況以及整個地理上的優勢，所以這個將那個高雄當作是一個南向基地。政府為農業新南向政策，包含咩拓新南向國家，聽規劃農業經營，還有提升農民嘅收入，促進我國農業資產、產品同技術外銷，加強農業人才同技術雙向交流，培養跨國嘅農業人才，加強農業雙邊經貿同投資嘅關係，發展有國際競爭力嘅體系農企業。聽建置重要嘅糧食生產基地，對維護企業糧食安全。其中係農業推廣基地嘅高雄市政府未有去做初步調查。在新加坡的部分，我們就會針對所謂的新鮮農產品、農產加工品，跟這個所謂醫療觀光當做是一個所謂的南向交流的一個重點。那對於這個所謂的印尼這個發展中的國家，以及他們有廣大的土地，那需要台灣的農業技術、養殖、水產相關技術的合作，我們就會透過這些所謂的區域性的農業合作，然後同時間來帶動台灣跟印尼的雙向交流。新南向市場雖然有其他業務，政府降為佢嘅目標國家，包含係東協10國、南亞6國，還有澳大利亞、紐西蘭。也18個國家當中，東協10國人口超過6億 ，GDP 有2.5兆美金，係全球第6大經濟體。另外南亞6國人口就有16億8,600萬人 ，GDP 就有2兆6,508億美金。對農民來講，所有嘅農產品，無論買到哪裡，買嘢最易就好。我哋冇講嘛新嘅政策啦，嘛政策嘛好，即係講我哋可以跟我哋台灣嘅農產品啊，哈，可以相互來發展。當然，我們可以解決講我哋內需個供過於求啦，哈，比如講我哋中島啊，我台灣是唔係咁多，哈，買唔到咁多，咁我哋可以向落不嚟買，個間農民嘅收入可以提高，啊講咧那種政策都唔差。我非常期待。我很期待，我很期待更有不同的國家，然後來看你的時候更認同你的時候，其實站在小農的立場，我們是會被肯定的，因為這個肯定不是只有在地肯定，你會覺得你開始漸漸有國際肯定，因為不同的國家就有國際觀的出現。基層農民雖然頭茫茫嘅會發展，不過總係知道看唔清楚啥麼頭頭。同一條過程當中。都在南向的一種策略哈，都以一種推廣的策略還有一種發展方向。到目前為止來講，希望農民可能還是了解過有限啦。因為畢竟一個熟悉
就像目前要主要的，俺哋想谈到客户啦，都实际上的内容的部分哈，俺哋唔確定有啊冇，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俺哋還是基本上係高唔低啊。對農業來講，還是因為嗰當然係唔啲啊，也政策嘅方向係才用嘅，像啲啊講，伊係才一太開嘅變啊，但是啲不包羅萬象啦，不管乜個產業啦、醫療啦，也係企業也對啊，農業也對嘛，係包含咗其中一項啦。啊，只是講也係政策過大，但是唔可以細分下來，還是因為講啊，含推廣部分韓國當然唔低。高雄市係新南向基地，重點係個用精緻嘅農業技術，培育後生農民同其他國家做交流。也按同年來市政府推行營業農夫嘅行程，為其他國家嚟同台灣農民交流，好了解台灣嘅農村順便嘅優點。1801年到今，高雄市政府培育嘅總共550個後生農民，希望會係農業新南向嘅軟實力。我們透過這個青年農民的培養，然後可以將台灣的軟實力扎根在青年，然後透過南向方式的交流，我們就可以達到這種所謂的交流目的。而且南向國家的青年也希望能夠安排來到了高雄做這個所謂的學習跟探訪。這目前我們都在接洽跟安排之中，希望能夠成型。他們擁有，因為他們是第二代的農民比較多，所以呢，他看見他父執輩做這些事情以後呢，他有充足的農業知識跟技術，所以賺取他們該有的利潤。但是他們這群人納入了一些什麼？納入了一些的管理思維在這當中，所以他們是以企業家的角度去看他們所從事的，所以做起來非常有尊嚴。南為高雄市政府26年動出錢發展起穆斯林市場，推廣輔導台灣農產品、水產品和加工品也條合乎簽證認證的產品。現在全球面世穆斯林人口至少有17億人，卡喺全世界總人口4股嘅1股，頭一名40人就有13人係穆斯林。南為穆斯林市場嘅年產出按算有8,000億到1.2億美金，係年市重要嘅新興市場。在我們的回教的那個歷史裡面寫出來的話，酒精是不可以的，然後豬是不可以，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們去這個品質保證的時候，我們會看他們動物是用哪一種動物，然後看那個動物的成分或者來就是怎麼來，所以看他們的環境，所以就讓這個產品就吃了比較安心。在東南亞的地方，其實印尼有90幾%都是穆斯林，好，那在新加坡只有13%，好，所以不同國家有差異很大。但是整個東南亞大致上來講，它幾乎全世界有1/4的人是穆斯林的族群，所以對於穆斯林的他們的特殊飲食習慣，基於清真教義的清真食品的話，如果我們要進入這個市場，那我們一定要準備好這個部分。像在高雄，我們最近這幾年的輔導，我們的農產品加工品已經有26項取得了清真食品認證。高雄國際食品展非常好，看得到農民也跟農會嘅談內講，都係一種清真認證嘅證書，包含台灣嘅果子乾、梅竹乾、含有碰糖、花粉也都有同公認證。政府在推新南向，這些東南亞國家基本上很多都是需要清真認證的，因為他們不吃豬肉也不喝酒，所以在這些過程的當中，我們的果乾的系列，我們有果乾跟神秘果系列有經過那個清真的認證，也就是哈拉認證啊。它的困難點是在於它所有的製程都不能有酒精類的東西，所以以前我們習慣用什麼酒精去消毒啊，這些其實都不能出現在我們的產品線上。把這個好吃的蜜棗乾推銷到國內外市場啊，國內市場有限啊，我們要擴展業務啊，把好吃的蜜棗乾推向東南亞市場，外地的也能吃到台灣啊，我們的農產品的加工。他們清真，他認為
它是天然花粉，是他们神圣的圣物。这几年来经过认证以后，我们在花粉的部分销量，今年就有接到一个很大的订单。业加工品嘅业者，每东山忙为大业有前景认证嘅市场。如何把我们的鱼卖到全世界去？所以你要去了解每一个地方的市场，他们的产品怎么样进口的关卡在哪里？那我觉得我们的鱼口味这么样好，那如果我们要推到东南亚，那东南亚是穆斯林的人口居多，当然你要取得他们的认证，就是清真认证，他们才能够接受这样的食品。水产加工品它的形态包括冷冻，还有那个就是调理食品，还有包括炼制品，还有休闲食品。那我们目前高雄已经取得那个哈拉认证的有7家厂商。那我们未来会辅导我们业者，就是去研发，符合我们东南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包括泰国，他们民众饮食的习惯跟他们的嗜好，开发新的产品。高雄市政府3望推广农业新南向政策，初步爱交流嘅国家係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也3國，也都提起嘅穆斯林人口依度，故所推翻農業，謀就相關農企業喺講規行新南向發展，簽證認證會係一定重要嘅門檻。